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去哀鸣吧，向美国献媚，向美国跪低，向美國求饒，就能夠換來和平，換來尊重，換來發展。由2015年嘅7月開始，4月15號就被定為中國嘅全民國家安全日。咁至於1989年嘅4月15號喺北京發生過乜嘢事？點樣影響中國往後嘅政局發展？中國同香港之間嘅矛盾，相信都係官場中人唔講得同埋唔好提嘅一段歷史。喺美中關稅戰嘅主軸之下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喺特區政府舉辦嘅全民國家安全日開幕禮嘅演講，用辛辣強硬嘅言辭猛烈批評美國嘅舉措。佢嘅表達手法，某程度上令我聯想起小說《1984》入面嘅 2 Minutes Hate。喺夏寶龍激昂